2010年9月12日下午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冰總杯嘅季軍同決賽賽事。由於今次冰總杯係近年本港首次引入外援球員嘅乒乓球比賽，令到整個賽事嘅水平得以提升。首先舉行嘅係季軍賽，由愉園體育會 B 隊對乒乓球學校 B 隊。第一回合係由馮林對麥景浩。雖然麥景浩喺第2同第3局稍為失利，但去到第4同第5局時候攞翻比賽節奏，最後以總局數3-2勝出。第二回合係由2位香港女將林依樂對李皓晴。李皓晴憑住超班嘅技術，最終以4-11、5-11直落2局力壓對手。第3回合係由洪振軒、林依樂對江天一、李皓晴。作為香港代表隊成員嘅江天一，以穩定嘅水準，最後以4-11、5-11、8-11輕鬆勝出，奪得今次冰總杯嘅季軍。嚟到決賽，香港體育 A 隊對街坊一隊，兩隊喺第一回合已經派出陣中頂級高手高禮澤同吉田海衞。一開始兩位球手已經打到難分難解，完全打出世界級球手嘅水平。最終吉田海衞以11-8、4-11、8-11同埋11-3總局數3-1擊敗對手。第二回合係鍾善穎對陳偉文，陳偉文一直處於捱打嘅局面，最後以11-5、11-3、11-4總局數3-0落敗。呢個回合由高禮澤、鍾善穎對孔君凱、陳偉文。由於香港體育 A 隊有高禮澤呢位世界級球手壓陣，令對手節節敗退，最終以11-8、11-9同11-9輕取呢一局。第4回合由黃鎮廷、廖允祥對吉田海衞、謝家俊。街坊一隊呢個港人組合完全冇默契不足嘅表現，加上吉田海衞啱啱擊敗強力高禮澤，最後以總局數3-1勝出。去到決勝局，兩隊分別派出黃鎮廷同謝家俊，只要攞到呢一局，嗰隊就可以奪得冰總杯冠軍，所以對雙方選手壓力十分之大。可能謝家俊啱啱喺上一局拍住吉田海衞勝出，信心較大，好快已經可以放開嚟打，最後以10-12、4-11、11-8同埋4-11為街坊奠定勝局。今次冰總杯引入外援嘅制度，除咗一班年輕選手有機會同世界級球手比拼，亦都令到一眾香港教練睇到呢班年輕選手面對強敵嘅時候嘅表現，有助本地年輕球員嘅成長。最後，我哋聽下街坊一隊嘅教練對於隊中球員今日嘅表現有咩評價？球員今日表現得非常好啦，咁喺場上邊呢，即係每一分都好要，同埋好搏命嘅去打好每一個波，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好。咁咧要多謝即係日本嚟嘅吉田海衞先生啦，同埋香港隊嘅謝家俊先生，仲有我哋嘅全港新科狀元孔君凱。冰總杯今次雖然有外援咧，其實對成個香港冰壇咧係一個非常好嘅影響力嚟到。你睇即係因為可以請到高水平嘅球員嚟咧，帶動本土嘅球員嘅技術水平。咁樣咧，佢哋會可以當中咧學到好多即係技術。